这庙埕呢是新明省上界闹热的所在，嘉义县民雄独立册店呢，嘉文化协会专工伫咧庙埕头前用办桌方式举办册展，希望会当让这活脱风气对庙口开始定根。闹热庙埕内底办桌用的圆桌啊，透过独立册店的布置，整做一道一道的册桌啊。主办单位佫设计迷彩，用菜名来找册，互参加的人感觉真心实。他们其实会跟你说你要怎么去找，那他就会提示，哦是童年，那你就知道哦是这一本，因为它只有这一本是有童年。对，因为也是第一次参加，然后也觉得蛮新奇的，很少会在庙宇面前有参加这种比较文青的活动。在伫庙埕看册，这拍破较早咧伫庙埕固定的印象啊，我感觉安尼是一个真好文化推广的活动啊，所以阮即届嘛，家己配合庙埕，阮甲阮的册拢摕起摆安尼。甲册店刷来平常保存内底的庙情，伫庙埕用办桌的方式，小介独立册店内底的册。对面的舞台，佮邀请无共武艺的音乐来演唱，要让多元的文化会当为在地庙埕开始来传播。庙口本地会当做一代志啦，吼，那庙口除了咱的顶头以外，读册啊、看电影啊、开讲啊，拢是真好的所在。所以我望讲，这上届接近咱的民众的所在，就是变做是来办这款的活动。推销这个活动是讲，会当咱地方的一寡独立书店联合起来，来办这个小型的书展。好，虽然讲是小型，不过伫个册本的选择方面来讲，是拢有真侪特色，让大家有一个主题，落去选择。主办单位讲，庙埕是在地人交流的空间，也是传播地方文化的所在。透过这个活动，我们让庙埕文化有新的内容，也希望让庙埕加做一个推广活动的新所在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